上有本圖，人間有圖報。天貓與淘寶，拼多多都有門路。青花瓷景德鎮先好，監表仿真製造。當人來入名校，收咗38萬進不到。承諾退本點止走數，律師要效勞。咁究竟發生咩事呢？點解而家要用呢個律師信追討嘅38萬嘅賠償呢？咁樣來龍去脈呢就係咁樣嘅。最主要七仙魚咧就話攞38萬，咁咧就可以作法，咁咧令到咧個仔咧可以入到嗰個叫聖坡 Coed， 跟住咧原來發現咧入唔到聖坡 Coed 啦，咁跟住之後咧就同七仙魚講，咁七仙魚就話：咁不如你個仔去讀聖坡 Convent 啦，咁聖坡 Convent 係女校嚟噶嘛，咁所以咧就俾呃咗38萬啦現金。開光價值高，信心可創造。孔雀開屏，天貓買得到，新款孔雀毛。淘寶買張證書水龍珠，鑑賞角度，定價相宜，成本低中國做，落單買專佛做。畫花詞儀式開放套路，落差價仲高。歡迎大家嚟到苗疆愛填詞，請俾個 like， 留個言 ，share 我嘅片，同時可以免費訂閱我2個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，如果我有新片就會通知大家噶啦。由於 YouTube 對二次創作嘅規限，我呢個 channel 舊曲新詞創作嘅模式要生存其實好困難。換句話講，係唔能夠透過廣告獲取任何嘅利潤，而 Superfans 亦都被停止使用。如果大家想支持我呢個 channel 嘅，可以用 PayMe 或者支付寶掃一掃 QR code， 亦都可以經銀行過數。我嘅動力有賴你哋嘅支持。